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台湾版本的头一站，这个柬埔寨案件的犯罪集团甲61个人关起来害死3个，其中2名主嫌被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有网友讲，台北绑架一间旅馆饭店的房间内面出现枪杀。市政府讲无看到，也会追踪这饭店的卫生。各国协助之下，以色列和哈马斯一时达成休战协议。哈马斯用50名人质交换对方150人，双方停战4天。讲到这总统登记参选时间就特别到啊，哪边敢有要来合作的？国民党侯友宜是昨再提出建议双方重新协商，公开9份民调专庭直播。不过这民众党是唔接受的。即马国民党就直接讲，未也唔一句话，但瓜分得48点钟。另外，民众党今日也公布不分区立委的提名名单，黄珊珊排第1，也那黄国昌是排第2。柯市长，你到底要不要？一句话。未话一句话，要求直接来对决。拜5日总统登记参选一届日期，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却是继续徛伫遐。侯友宜2建议双方重新回来协商，公开检视9份民调，专程直播。不过民众党无答应，国民党是质疑当初9份民调内底，其中有3份对先放一边，变做排毒。但是谁让它变成了宗旨？我们应该在演绎的，为什么现在没有下文了，而不是撸几次？讲清楚是比较重要的。当初就是没有讲清楚，所以才需要去撸。其实科学就是科学，同样的数据不会有不同的结果。现在又要重新再做计算，等于重新来过。其实也是当天晚上5个半小时，那我们不晓得到底在做什么。国民党甲民众党继续化为黄珊珊下晡4点的代替瓜分铁到中山会领表，外界解读双方恐行合作的破局，理想款伫今日领表要有伊。今天我就是来领表，然后把该做的程序就做好。那也在这里代表郭台铭先生，谢谢大家的关心，谢谢。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派大陪副手赖佩霞到中山会领表，是不是表示参选到底？因被讲做西卡杜的革兵补上赖清德。对此，郭文铁证实早起有甲郭台铭见面，也知影伊去领表，更加讲美国也关心在野整合。美国方面也有问我说台湾是一个充满惊奇的岛屿，还有2天不要紧张。如果你真的把下架民进党当作 top one priority， 那应该怎么组合，应该怎么选，你不知道吗？是毋是敢若选歌后陪选项？郭文铁讲合作就是找上强的组合。今日民众党2日公布不分区立委提名名单，总共34人。台北市前副市长黄珊珊第1，前立委黄国昌排名第2。另外，民进党部分台北市立委参选人早起也进行联合登记。台湾在这个当下是经不起纷乱，更经不起试验，必须要有经验，而且充满历练的。经验的这个候选人才有办法成功的带领台湾继续稳健的前进。党主席赖清德到场座顶发出拍一支全雷达，8色全条，目标国会过半。记者综合报道。拜习会了后，外界认为对两岸紧张的局势是有帮助的。不过，中共解放军的军机呢，继续扰乱台海，昨昏军机来12抓，军舰来5抓。咱的陆委会上届新的报告也指出，中国可能会用围岛封锁台湾的军演，把这封锁当作是台海作战的方案，到时阵逼台湾进行谈判。中共伫拜习会结束了，继续扰乱台湾。国防部2日发布。总共侦测强机12台次，强舰5台次，伫台海周边活动。各军运用任务机舰，一个华地飞弹系统，严密的监控甲应处。陆委会上新的报告指出，中共透过普设地带冲突，对台湾施加压力，采取联合备战警巡。未来可能会配合海上执法单位，来配合政治的需求，决定操演的范围甲时间，报告示警。中共甲有限封锁看作是做阵的家庭方案，表示台湾上谈判桌。学者认为这点都有南方休窜的机会，美国有时间会当介入。暂时全面切断台湾对外海空交通，同时最好把我们的海军能够关在港口里面，把我们的空军能够关在机场里面，然后让它可以瓮中捉鳖，方便它的有效打击。所以他在战时其实他练的都是联合封锁作战。这种所谓的有限度的封锁，逼台湾上谈判桌，其实在共军的相关想定里面
是被否定的。不过内面讲，中共军演的模式走向围堵锁台，国军应该形成海空军在台。学者表示，中共若是决定用武力犯台，一定会采取全面封锁，切断海上的交通线，凸显出监监的重要性。另外，外界关心办事会所带来后续的效应。美国方面的专家华志强认为，美中达成企图军事沟通是战术突破，美中的关系愈来愈稳定。办习会就是在短期内的确是让区域的紧张情势有所就降低。那么在对于中共影响台湾大选的这作为，我们会提高警觉，还有跟盟国进行一个合作。不过，拜登、习近平伫咧台湾的议题看法无同，依然是美中关系一大变数。学者认为，办事会会当帮助两岸减缓紧张的局势。不过，中共想要企图影响明年的台湾大选，力量就要反制改选，同时强化甲民国的交流，提升国防实力。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头一站台湾版本的柬埔寨案件，这犯罪集团甲61个人关起来，佮害死3个，赚的乌心钱达到4亿。有29个嫌犯放伫咧头一批起诉名单内。法院今仔日一审宣判，这姓部含姓陈的嫌犯犯罪超过300条，拢互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其他被告一半以上也拢互判刑10年以上。撇着小组攻坚，5平房间内底悄悄是受害者。警方当初调查，诈骗集团用真悬的薪水骗民众去引头路，骗人个口罩交出去，对空拘禁，受到暴力佮持毒，有61个人落入去这个陷阱，甚至是夺走3条人命，而且心肝真凶，甲尸体等现杀。无爱凶手之一，陈华伟外号地档的，犯320多条罪，一审红判无期徒刑。重要干部还佫有鲍如林，外号 SJ。兼操控甲指挥，红掠到进前，佮按算要连续独立来经营，继续诈骗。现在伊分数顶嘛排328条的罪，同款红判无期徒刑。对，我本来就没有想说要他们实行啊，更何况就算要，也判不到那边啊。所以我的想法，在无期徒刑是最好的结果。这个台版的柬埔寨案件引起社会讨论，29个人伫头一批起诉的名单内底，超过一半红判10年以上，罪名为组织犯罪。加人诈欺到私刑拘禁致死的拢有。2位被告被判无期徒刑的部分，侵害生命自由、身体财产法益呢，这个情况呢，极端严重。那被害人的生理及心理的完整性都遭受严重的戕害。用受害者的口罩洗钱，诈骗到的金额有要到4亿。合议庭批评讲，这个人犯罪手段是真粗残，嘛无要意这无辜的民众因生理甲心理的损害。身上的东西收一下。来，关键的中间人是拿刀杜成德，那去用查出是幕后的主使者，国去用发现讲，伊甲前宁夏路派出所的所长有交结，拢伫第2批起诉的名单。所落来宣判的结果嘛，受到大家关注。记者综合报道。虚拟货币维卡币已经互几个国家的政府认定是非法诈骗。保加利亚一个创办人阁去互美国的 FBI 通缉。不过，台中最近出现一个电商集团，以维卡币做名机进行第2届的诈骗，讲什么会当换黄金、换轿车，还有土地。警方成立专案小组侦办，也呼吁受害者赶紧报案。这间大型的宴会厅是坐甲叉叉叉，内底差不多有800个人。这间自称是下境电商的集团，顶个月初7伫台中举办投资说明会，在场的哪像拢是买过维卡币去用骗去的民众。因讲只要差不多提出12000块的手续费，就会当换市大51万的黄金，还佫会当用维卡币来换高级车甲土地。台中市刑大接到证据去现场搜证。有一个集团呢，它自称是跨境电商，那他去找这些以前有投资过维卡币私利的这些名单，来告诉他们说我们要成立一个会员大会，那跟他们说我们有新的黄金的投资项目，就是类似2次诈骗的这样的手法。维卡币是保加利亚人儒雅19托瓦创立，讲是会当取代比特币加密货币，不过煞无去中心化，资料嘛真好修改。全球诈骗的金额已经超过50亿个美金。这个创办人早就去互美国 FBI 发布全球的通缉。这个电商平台那像是掌握维卡币受害者的名单，利用这些受害者唔甘愿这些钱拢了去的心态，
在台湾、中国、越南等等的所在进行二次诈骗违法食钱。在说明会现场，拢挑工闪开维卡币等等的关键字，想要以商业行为来暗砍诈骗的事实。110系统跟165系统没有所谓的这个跨境电商或是维卡币的实际被害人。那这部分我们警方呼吁有关被害人，如果要有发现这种被骗行为，马上向全国的警察机关来报案。台中警方讲，目前也无收到下境电商以维卡币名义二次诈骗的受害者来报案。不过，市乡台已经成立专案小组，专门清查被害者，而且呼吁民众若是有去互诈骗的情形，都要赶紧向全国警察机关报案，确保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真侪国家拢出现枪杀，台湾也有网友讲呢，台北放假一间旅社这房间的枕头也出现着枪杀，所以甲这相片抛上网络，爱大家特别注意。台北市关团局表示，昨有派人去到这个旅社稽查，现场是无看到虫，不过也继续追踪这卫生状况。就以这间位伫台北市艋舺龙山寺附近的旅店，和民众投诉，旅馆的枕头竟然敢若有目砂扫出来，向柜台人员反映，只有口头下失礼，无任何处理，可以真生气，甲家庭发本到社群媒体，提醒民众爱小心注意。我们昨天稽查的时候，其实现场没有看到臭虫，那也没有虫卵的踪迹。我们局也会持续的将臭虫防范的资讯向旅馆进行宣导。台北市关团局讲，虽然现场稽查无发现到目砂，也过继续追踪业者卫生消毒状况。因为最近真侪国家爆发目砂的危机，昆塘专家讲，目砂伊个叫做床虱，专门伫暗时来扫人的血，一般会使存活1年。开密伫个温暖真实的环境，像床帮、床珠这芳的所在，人若是互伊盯到家着，会感觉真痒，也是过敏，是属有治疗性的害虫。去旅馆住的时候，大概也要先掀开床单看一看，枕头套打开来看一看，有没有活虫在活动，或有没有血迹干掉的血迹。如果有的话，你就要求换房间了，或换旅馆去住了。专家建议民众对目砂摊开的所在，转来了后，应该赶紧把所有衫裤迄日去洗衫机洗，再放入60度以上的烘衫机来烘，就是消灭这目砂甲虫仔卵，并且定期检查床单、枕头，抑个床珠这芳的所在，就是减少目砂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各地头的法院拢有民众查询机，不过8月却发现讲，这主机的资料库遭受骇客入侵，有923件的个资泄露出去。司法院表示，已经清查其他主机无治安的记录。另外，Google 宣布要提供美金100万，协助台湾中小型企业非营利组织提升治安防护。按算伫2年内咧，要培育50位以上的政治教师，协助3000间以上企业。总统当日来去试用幕，就会当查开庭的进度。法院拍卖的广告，也是法院的主文广告才会执行。司法院下骹的法院伫民众来办代志的区域，拢有放一台民众查询机，本来是咧做便民的用途，所标出个人资料漏泄的风波。司法院证实8月发现民众查询机的主机资料库防入侵，923件个资漏泄，有查其他的主机无治安记录。我们8月发现那个主机被害了之后，我们就马上就更改密码，甚至也重建了新的主机，把这个旧的主机取代新的主机。那一台主机也不会跟其他主机做连线。台湾最近几年是一直受到治安攻击，真侪本土企业，亲像乡西旅游、中石化还是泰山，拢互网络歹徒入侵。按照强化企业的治安防护，是政府即马着爱面对的难题。Google 日宣布讲，会和治安院合作，推动NIS台湾治安计划，会提供100万美金来推动台湾的治安升级。嘛特别讲到台湾需要加强3大面向，爱培育更较侪人才，分享更较侪资源，帮助更较侪单位。Google 透过智慧台湾的计划，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台湾最坚实的伙伴，能够协助台湾能够更安全、更稳健的持续的迈向亚洲矽谷的这个愿景。要做这个整体解决方案的教材，还有培养种子教师，好，另外也会成立治安的诊所，好来做一些诊断。那预定我们各个服务据点加在一起
这2年计划要服务的点要超过3000个。不过讲，台湾资源计划重点放在中小型的企业、非营利组织，帮助因加强资源丰富能力。资源员讲，小型公司和网络攻击的几率是大企业的3倍，而且开户率较歹。因的目标是伫2年内，培育50个以上的政治讲师和训练200个以上的学生变作咨询人员，来帮助3000间以上的企业，嘛希望台湾变作亚太地区资源丰富的培育基地。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伫咧卡达、埃及、美国协调之下，以色列和哈马斯自时达成休战协议。哈马斯用手头的50名人质，交换关伫咧以色列加甲150名巴勒斯坦的妇女抑个囡仔，双方是停战4天。那准加10名人质的这停战，就会当搁再延长1天。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日召开紧急的内阁会议，参详甲哈马斯的休战协议，计程是6点钟遮尔久，一直进行到2日透早。激烈的辩论了后，达成的决议是批准。这份由卡达、埃及抑个美国3方面将中来调解休战的协议，各方签署完成的24小时了后，哈马斯掠到的240名人质，有50名妇女加儿童用的中核自由，来交换关伫以色列加甲的150名巴勒斯坦的妇女，抑个囡仔，双方休兵4天。另外，哈马斯每另外释放10个人，用个换取另外1天的停火。休战协议内容也包含运准军啊、爆台、载运医药、抑个燃油以及人道救援物资的卡车，经由埃及的拉法关卡进入加沙走廊。Well, it's a life-saving pause. I mean, we have over 2 million people who are in threat of starvation and the outbreak of communicable diseases because of lack of food, clean water, medicine, and fuel to run electricity for hospitals and other life-saving needs. So without this pause happening right now, we would have people dying as a result. 不过，纳坦雅胡调集内阁表决进前也放话讲，休战无代表停火，以色列要消灭哈马斯，让所有人质平安回来，并且确保加沙永远无度对以色列来造成威胁。יש בחוץ דיבורי הבל, כאילו אחרי ההפוגה להשבת חטופינו, אנחנו נפסיק את המלחמה. אז אני מבקש להבהיר, אנחנו במלחמה, ונמשיך במלחמה. נמשיך במלחמה עד שנשיג את כל היעדים שלנו. 以色列甲哈马斯同意休兵的消息一出来，美国白宫马上发布总统拜登对此回应。伊伫声明中讲，经过几啊礼拜加紧甲不为人道的折磨，部分的人质将会使甲厝内底人来团圆。对此，伊感觉非常的欢喜，并且感谢卡达甲埃及领导人伫过程中所展现的关键领导力甲和平的关系。拜登也俄罗纳坦雅胡支持休战的承诺，强调各方落实协议是非常重要。美国资深官员早前来讲，至少有3位美国公民得到释放，其中一个是WD24，未满5岁的查某囡仔阿比盖尔，伊的爸母不幸伫10月7日哈马斯发动攻击迄天来死亡。国际新闻王慧文编译。非洲的刚果共和国11月14到20举办步兵活动，逐天拢超过700人去报名，拢是想要做兵芳铁饭碗。说是咧最后一天呢，现场出现几落千人，煞造成烧矮烧客打死人的意外，有31个人死亡，超过140人受伤。画面内底真侪受伤的少年查甫人倒伫涂骹，现场是乱糟糟。非洲刚果共和国的首都布拉萨切奥纳洛体育场，为10时开始举行步兵的活动，按算招1500个18岁至25岁少年人入伍，逐天拢写超过700个人去报名。不过，伫咧20暗时要结束进前，雄雄约100几千个少年人想要登记入伍，煞逼出人打人的事件，造成31个人死亡，超过140个人受伤。Au niveau de la morgue municipale de Brazzaville, nous avons reçu 32 cas vérifiés et identifiés par les parents. Et nous sommes là, achevés depuis 2 heures du matin jusqu'à ce matin, en train d'accompagner les parents, compatir avec eux. 迄当阵体育馆外口有几千人，有一群人想要甲大门开开，迄若有个人是想要爬围墙入去体育馆内底。有一个无愿意徛命的24岁去参与登调的人讲，因为后壁一直杀来杀去，致使伊的骹拢突轮去。另外一个意外了后有平安活落来的人讲，代志发生的时阵，真侪人打来打去、杀来杀去，尾后伊怎规个唔知人。但精神的时阵已经伫救护车顶悬。La cinquantaine que nous avons gardée, nous avons refait un point rapidement. La majorité était choquée. Ils sont, après les avoir examinés, revus ce matin, ils sont repartis chez eux.
虽然更高共和国石油甲天然气是真丰富，不过大部分拢掌握伫咧少数的人手头。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首都的青年失业率有甲42%，地区真侪少年的查甫人拢烧钱要抢做兵的铁饭碗。因若即届以外，首都募兵活动宣布暂停，总理嘛下令成立危机处理小组，检察官嘛已经针对意外展开调查。公视新闻新竹汇编译。就市公司年兴纺织宣布要甲苗栗后人厂收起来。公司表示，这后人厂今年已经了了一外，加上欠工原物料起价订单变少，董事会决议要甲这后人厂关起来。超过500名的台湾劳工就要防资遣。今下晡苗栗县的劳青处和劳动部有去到厂区了解情形。各种物料放伫工厂内面，员工和平常时同款正常在作业。这是就市公司联兴纺织的后人厂，是全台湾上大的纺织工厂。21暗时，联兴是开重大信息说明会，讲受到外部主要的原料棉仔的价数是起个真济，后人厂欠工真严重，而且找无啥有人。另外，全球通膨嘛，去影响到消费市场的需求。互外部的订单是规个大减，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但即摆订单做了就全面停工。税前净损约新台币2.2亿，联兴公司预期借由此次调整，可大幅降低营运亏损。联兴1988年伫后人成立第一间纺织厂，是全球上大一贯化生产牛仔纺织成衣的公司。目前伫后人、越南、罗索托和墨西哥拢设厂，主要生产牛仔布和成衣代工。员工伫知影消息了后，拢感觉是真唔甘。感觉足唔甘的无？啊，人做甲了钱，迄是迄种董事会决定，咱互我做。根据苗栗县政府的了解，联兴纺织后人厂的员工大约有700多个，其中咱国的劳工有500多个。那照劳基法的规定，裁员前60天要向县府来提出申请。那目前苗栗县政府没有收到联兴纺织的解雇计划书，会请那个联兴纺织的部分依照相关规定来办理。联兴讲，后人牛仔布厂平均逐个月产量是140万买牛仔布料，今年前10个月，逐个月平均产量是107万买，占整体合并营收18.8%。因为经营环境真艰苦，互后人厂是了真侪钱。实际对经济部的统计嘛，会当看到讲，伫纺织品无益的部分，今年1月到8月，咱的纺织品出口总值是44.23亿美金，会当看到规个是衰退30%这么侪。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这种项目一定是会被先减少购买。分析师认为讲，面对通货膨胀和欠工这问题，未来台湾的纺织业要安怎结合 IT 资讯技术来发展智慧制造转型，是所落来要去思考的重要课题。记者综合报道。边境严防非洲 DJ， 台湾是亚洲地区2个其中一个非疫区国家。不过有一寡人认为讲，这桃机场的机场排名对2019年的13名，今年已经达到82名了，真有可能是和这机场严格检查有关系。不过农业部强调，袂当因为国际旅客来牺牲台湾的市地产业。那这旅客行李要检查，连民众买物件对外国寄入来的同款拢要检查。阻挡非洲 DJ 的工作伫边境解封了后持续进行。旅客若是为疫区入境，都要摕红卡去电工机检查行李，以防有人诈霸回国。不过有声音认为讲，遮尔严格检查，真有可能就是地区通机场伫咧国际航空评比公司排名为2019年的13名，来到今年的82名。不过农业部讲，这是成功的策略，未改变。为了国外的旅客，可是牺牲掉我们整个农业产业的部分，我是觉得不值得的。所以我们农业部的立场还是希望说能够维持现在的措施。农业部强调讲，亚洲敢若剩台湾甲日本是非疫区，证明咱国的策略成功，而且市地连带相关的产业产值超过1500亿，边境的检查袂当放零。不能松懈，回头猪瘟进来，我们没有办法防守就死掉了，以后我们就没有猪可以吃了。今年到11月份，边境查到猪肉制品验出非洲猪这阳性率有甲1成，所以民众下境买的产品嘛爱加强查验。防检署指出，持续用真重的处分，只要查到违法输入，就罚20万。去年实施到今年11月，已经裁罚8个案。
查起来是有它的困难性，很多都是被伪造输入的人，或是他是身份证被冒用。如果是累犯，常常有名字出现，我们就可以加强去访视他。卖互病毒入侵，稳定饲猪产业，才会当甲猪肉销去外国。这个排骨便当都是用台湾猪肉。这礼拜开始，伫日本京滨急行电梯下底38间店面，一个便当卖500块的日票，按算会供应5000粒。猪肉产品销去日本，体现咱台湾伫非洲猪只防疫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19到21高雄主营连续3天熄电3解，昨暗9点外，搁要到5000户熄电，着民众就安尼生掉伫咧电梯内底，受连续熄电，民众是真不满。台电表示讲，其中2解是因为地下电缆线伤过旧后期会赶紧换掉。台电也强调一直有伫检查，只是这解各样的地点检查时阵无出问题，也会针对主要地区进行检测。还好没有自备露营灯。规个厝内暗扫扫，民众敢若会当家己点路营顶来照，因为外口嘛拢无点电火。21暗时9点外，高雄左营区又搁熄电，拢总有4938户受到影响，也有50岁女性受困伫咧电梯内底。好佳在消防队到场时阵，人已经互救出来。大概前几天就下午的时候就有停电过一次。台电解说，除了第2解停电是冰山变电所供电出问题以外，其他2解拢是地下电缆线故障。研判是这缆线已经用22档上过久啊，才会造成大熄电。19日及21日晚间2次的停电事故，受影响户数均为4000多户，主因为地下电缆的绝缘劣化，而且故障点位置不同。地下电缆线会当透过仪器事先来检测。台电表示，伫咧2只故障的所在，因检修拢无发现到问题。所落来嘛针对故障的范围，电缆线拢总甲换掉，排定专案来检测主营地区重要的线路。毋过连续停电嘛，引起民众不满。那3天停了3次电呢，都是很糟糕。这是台电你们现在要经常就要保养好啊。你讲那个我们听不懂啊。台电非常的不应该那应该也要做系统性的这个检查。熄电的代志嘛，互高雄市长陈其迈批评台电应该爱做系统性的检查，嘛要求台电的高层去到市府说明，由消保官来协助民众讨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有4条大路，因为这青红灯的秒数伤过短，过车路的人上无1秒爱行2公尺，才会当行到对面。嘉义市议会再起着议员伫咧质询，认为安尼生过车路袂输是走标，实在太危险啊！摕着手机来算时间，这条65公尺长的路口，青红灯互人行的时间是42秒，平均1秒爱行1.5公尺才会付。一般人实际行一抓差不多28秒，不过对老人甲囡仔来讲，可能真正难。马线无啥够来，安尼吼，无切到底哩吼，人迄老大人有诶吼，拢安在动啊半钟就动掉了。可能要再加装个就是行人的号志，让他有秒数的时候，行人比较容易控制他的时间可以走到哪里，起码知道如果走不过去的时候，他就可以停下来，不要说硬冲过去这样子。嘉义市有议员就是议会质询讲，这个车红灯卡嘛无互人看剩偌济时间的号志，对时大甲囡仔真无优先。除了这个路口，嘉义市另外阁有一寡路口嘛有同款的状况，甚至爱行阁较紧，平均1秒爱行2公尺才会付通过的路口。道路安全标志标线设置号规定第231条，目前我们是1秒1公尺来计算，幼童多的地方，我们是1秒0.8公尺来计算，但这个路口1秒要接近2公尺，其实已经不符合现有的规定。这4个路口的一个号志通行秒数的一个建议，那我们会做行人量以及道路几何条件这样的检视，来做一个号志的调整。议员指出，路口车红灯的设计应该是为着过路人会当安全过车路才对。结果，窄宽的路口过车路的时间较短，颠倒增加过路人的危险。嘉义市交通处表示，秒数的设计是考虑到人甲车的数量、路口跨度这因素，会阁详细评估，做出改进。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为了要加强处理噪音车，环境部推动声音翕相科技执法，中法官也伫咧今年9月增加3套声音翕相的设备，统计到11月中已经罚189台车。按算年底进前呢，会伫咧中华市溪湖一个复兴，搁再增加3套声音翕相。车辆来来去去的车路边，会当看到声音翕相系统当咧科技执法。若是声音超过规定的范围，就会接罚单。即若准讲即个所在若有设即个音量的控制的时阵吼，大卡车也是货车，尤其是物流的车子经过这里的时候，应该他们都会在放慢这个驾驶的速度。有当半暝啊，我是白天嘛是捌讲半台啊，讲哦，机车还是车开足响的，就很大声，小朋友等下定定嘛去惊到。中华关自2021年开始，原来就有2套移动式的声音翕相，今年9月增加3套固定式，2个半月的时间，处理效益已经超过移动式的绩效。按算年底进前，会阁增加3套固定式的设备。中华启南中山路。园林的园林大道，另外就是咱山顶要去分横迄个139线道，等于说是比较重要的路段先来安装。成效来讲，像咱今年固定的3点，3个月已经做成180几件拆除案件，等于说它的成效很明显。环保局表示，除了改装车以外，老车引领有各样，或者是不良驾驶习惯，拢有可能会发出违法的噪音。也若目前全国拢总有143套声音翕相系统，环境部也向行政院争取1.9亿的经费，按算伫2025年，全国会设置306套的声音翕相系统。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现代的这个大人囡仔，规工拢是伫咧飞手机啊！伫讨园的调机关建议市政府参考欧美国家定住地条例，限制7岁以下囡仔是袂当用手机啊的。教育局表示讲，会选几间这国中、高中呢，这国小来先做示范。现代人真无闲，幼囡仔的时阵用手机互看，真做普遍的现象。有的囡仔看手机会看较调咧，安尼可能会造成精神疾病、视网膜剥离、暴力倾向等等的问题。桃园市议员苏翠玲伫议会质询的时阵，建议市府参考欧美国家的管控政策，大兴全国定出住地条例，限制7岁以下囡仔使用手机啊，毋过袂定罚则，提醒家长爱要意。我们中学生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呢，根据最新今年5月份的统计数据啊，每周高达32.2小时，比3年前足足多出了5个小时。主要都是家长把手机给小朋友，让他们不要吵闹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规范是一件事，但是能不能执行才是最重要的。在学习上面，有些人还是会用3C 来做学习。对，所以说如果去限制的太严格的话，有些家长我觉得应该会反弹。议员表示，台湾虽然伫咧儿童甲少年福利甲宽容保障法第43条第1项第5款的规定，儿童甲少年持续使用电子类的产品，袂当超过合理的时间。毋过，并无针对合理的时间做规范，希望市府定出应用的对策。会择几间国小、国中、高中各几校作为示范的学校，来进行网络安全的教导，以及教导学生如何正确的使用手机。市长张善政讲，应该爱参考芬兰，从6岁就开始教因正确使用手机啊。嘛，只是教育局、甲卫生局等等的单位，针对学生的行为做调查，伫每年收集完整的资讯，再个研究住地条例搭配，一步一步来执行。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地区人口成长是真快速，别个关切学校是招无学生。不过，伫咧新竹家长确实爱烦恼，讲这囡仔无所在读册。真侪家长要求高中就要增加班级，或者是增加学校。新竹县和新竹市拢宣布，对明年开始会增加高中的班级到116学年度为止，上侪会当加收1400个高中生。大新竹地区这几年人口快速成长。因为有科学区的关系，外来人口增加，拢是少年家庭较济，这个家庭的囡仔有读册需求，造成别个县市是学校招无学生。大新竹地区颠倒是家长烦恼，囡仔在新竹无学校通读册。因为新竹有科学园区的关系，所以囡仔足济，学生囡仔足济，出生率嘛足悬的。毋过学校无遐济，所以伫新竹
尤其是要考高中的囡仔，真正足可怜，因为因无好好读。政府推动12年国民教育，鼓励学生囡仔就近入学读社区高中就好。不过根据统计，大新竹地区的高中班级无够，家长要求增班，也是增加学校的声音不断。新竹县市经过协调，也提出解决的办法。对明年113学年度开始增加，一直到116学年度进前，新竹县的高中计共会增加上侪27个班，新竹市会增加14班。上侪会当增加1400外的学生。预计会在116学年度来增加840位到920位的学生人数，来符应我们这一个116年的就学人口。我相信可以同步的来提升我们县内高中的整体的质量。所以总共增加了14个班级，那每一班是38人。那就有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新竹市的孩子能够留在我们新竹市就近入学。另外，新竹县市目前也拢向阳明高等大学争取成立实验高中，为了满足多元入学的需求，也希望会当加一间高中，让新竹的高中生会当留在新竹读册。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高雄市农业局研发一套智慧农业应用系统，协助农民利用手机就当掌握到气象的资讯，也有产销的资讯。另外，也要补助农民设置无同款的智慧农业机器，协助农民来增加产量甲品质，而且会当减少损失。手机拍开，荧幕显示温湿、湿度、温度等等资讯，农民人不管伫倒位，连面掌握农作物的生长。伫大树种豆菜农民，伊伫去年引进豆菜栽培系统，因为湿度、温度、氧气拢会影响豆菜生长。即摆有即个系统，用手机就会当自由控制，拿大大提升豆菜品质，产量嘛真稳定。这套系统之前阮拢在种菜，其实拢是。用阮家己感觉，譬如讲遮啊菜有问题，阮就去用感觉去找，譬如讲温度，也是对有啥物问题。加这套系统，其实阮会使更加准去找问题到底是伫倒。智慧农业是未来趋势，高雄市农业局嘛用补助来鼓励农民建置智慧农业系统，厂商会针对无界农作物去设计，包括检测土壤湿度、深度，佮有自动压水机、喷药车等等，协助农民知影农作物生长的状况，减少农损。用发展智慧农业已经有3年的时间。阮透过补助农民来进行暗场的设立，总共有70个暗场，640公顷已经完成。这个部分包含豆芽菜，佮自动喷药车等等的这个成果。除了补助农业局开发农内性这套智慧农业应用系统，包括气象预报、产销的介绍等等，提供农民免费使用。农业局按算第28要举办智慧农业成果发表，让大家了解上新的智慧农业的应用。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台南柳营大田院举办柳营王节，这个王船游王号已经做好势。庙方为着要保留文化，特别仿69年前有安炮矿的王船造型。这只王船拢是照传统的规矩落去做的。庙方也希望讲这传统文化继续流传落去。庙埕头前闹热滚滚，侪人来倒扣这只游王号，用完全靠人工来替王船开水路，要甲扣到50公尺外的王船地，完成开工典礼仪式。台南柳营大田院每3冬办一届的王朝祭典，是地方重大盛事。伫去年嘛，红来做事市定民俗。根据了解，这是唯一无靠海真罕看得到的内陆王朝。城袂少家长带囡仔来练捌在地文化。系啊，要带囡仔看，说看王船的水。后礼拜要是来出场今年做的较特别啦。讲恁遮在地人，敢有讲做期待，讲说做王船？会啊，做期待。因为3冬烧一届，别位看无。这只游王号船身15公尺，宽6公尺，庙方开上百万打造。详细看王船顶头参一般的形无相像。庙方指出，为着要保留原本的样，因这个复刻69年前王船的造型。除了王船内底，敢若有王虎尔，船身两边恢复成有10门炮。另外，庙方提当时因互外国杂志看出来的封面，互大家同做比对，这嘛是传承文化上好的证明。过去并无妈祖楼，所以阮早来甲迄个妈祖楼来取消。两边咱也看到，会看到伊有10门炮，
就是属于正准的造型。正准的造型已经要改无去，拢以八仙啦，以吉祥的图画，来取代遮的迄个炮光。旗口当头戏要办消王船科技，标方指出，送王主要有众神祝福、扫除瘟疫的意义。伊嘛借此希望甲珍贵文化资产世代相传。记者伫上台南采访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主办的人权艺术生活节，后个月特别开始咯。今年已经是第4届，有真侪丰富的活动。希望透过艺术活动来传达叮当的人权议题，就是希望讲这人权的观念会当真真正正加入咱的生活内面。客家歌手米莎演唱客家歌来为人权艺术生活节开幕记者会开场。艺术节办到今年已经是第4届，今年以自由的灵魂做主题，出外展览的方向，希望大众透过艺文活动来思考人权的时，会当有多元的面貌。不管是白色恐怖的记忆也好啊，就是这种政治人权的追求，或者是对移工的人权，对于原住民的人权，对于无障碍的这种艺术的这种追求，那在这个人权议题上面都可以有不同层次的开发。今年艺术节有亲子剧场来自清水的囡仔，要演出白色恐怖受难者蔡坤林的生命故事，更有以陈文成命案创作的舞台剧陈文成的证明题，甚至有潘小杰和高中明的摄影展，要让大家看到台湾白色恐怖和香港抗争的相片。文化部嘛希望透过丰富的活动，让大众了解自由人权的重要。我们希望透过艺术这样的方式来让更多人认识人权、看见人权，直到它内化成为所有人灵魂的一部分，而那一天人权才会是真正的普世价值。今年的人权艺术生活节开幕音乐会拍算办伫12月初2，活动有音乐、摄影和艺术表演等等，时间有半个月，要带领民众来认识无同款的人权议题。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第43届53年奖的文学奖颁发予作家赖香吟，伊的小说是来写这台湾的历史，定定描写到这台湾较短暂的这个小人物。赖香吟嘛讲，这文学是希望读者来理解无同款的人，引起讨论，也希望讲，予台湾有无同款的声音会当开始对话。台湾文学作家赖香吟1969年伫台南出世，大学1年就以第一篇小说《我》摕到联合文学巡回文艺影首奖。后来因为重心历史对经济系毕业了后，转向历史研究。伊是小说家，嘛是历史学者，用一本的作品描写台湾史的脚迹。这爱有历史的底子和出调的文学技巧才做会到，嘛，互伊得到第43届53年奖文学奖小说位的肯定。文学啊，其实是一条很长的河流，然后其实也跟一场马拉松一样，中间可能也有很多的挫折。能够得到奖项的肯定啊，它就会让我觉得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有被接受到的。赖香吟以小说《暮色种子》和《记号》等等描写809年代戒严前后的台湾，以小说《白色画像》写日本时代以来的100年时空，伊用平静的文字去涵过历史的纷纷扰扰，呈现活过这个大时代的人安怎面对生活。赖香吟常常不是去关注历史上的加害者和受难者，是去书写一般人的角色，这是台湾文学当中真罕见的题材。伊讲理解无共立场的人，就是伊写作的核心。文学的核心啊，那不仅是去理解跟你立场、想法相近的人，更重要的是要去理解跟你不同的人。那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进到下一步更细节的讨论。连贯白色画像内底，直接用台语去呈现符合时代的角色对话。赖香吟讲，伊对家己的台语无信心，要找适合参考的文本，阁找无啥有。伊认为家己有责任爱把这个欠缺补起来。在每个语言系统里面，他做的都是后面我们看能不能让他那个语言可以更美丽。文学的文本的话，如果我今天我觉得欠缺，但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如果自己不开始，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台湾的历史含族群有复杂的面貌和多样性。罗香吟关注历史的边缘角色，其实嘛，有活大时代背后的日常。伊嘛毋望透过理解来代替冤家，互社会无共立场之间会当开始对话。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伫咧日本福岛县有一个100岁阿嬷，伊做化妆品公司的美容顾问已经超过60年啊。今年也放入去金氏世界纪录。伊讲帮助人客变水是伊上快乐的代志。对镜慢慢地画白白，佮补一个混合胭脂。住伫福岛市，今年满100岁的荷里诺托莫克，佮当嘛是逐工拢有化妆，因为目前佮是日本一间化妆品公司的业务。即工伊出门去拜访老客户，看起来行路嘛是佮行甲真在。伊建议75岁的客户于里可，伫咧婚园做代志时阵，嘛是爱抹风日头的，遮尔亲切佮大心，定定对方拢真紧就信任伊啊。遮侪人已经含伊有几十年的好交情，甲伊当作家己的大姊。辛いことなかったですかとか、やめたいと思ったことないですかって質問を受けるのね。でも私は一切そういうことなかったですっていうのね。いつでも楽しくね。あ、誰々さん今日行かなきゃなんないって言うと、その人の顔浮かんで、そして一生懸命行くわけ。そしてその人と楽しいお話ししたり、化粧品売って、そうして嬉しくてみんな綺麗になっていくから。荷里诺托莫克是伫咧39岁迄年，为着趁钱来饲3个囡仔，才决定对家庭主妇变做上班族。逐工拢为了水水穿宽大鞋，一间一间去推销化妆品。唔知影的厝边佫准是讲伊是酒家女。拍拼做工课的托莫克，迄当阵的薪水佫捌是伊做公务员的翁的3倍。才骨来得做事嘛，得到公司的肯定。今年推荐伊得到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是年岁上大的查某美容顾问。100歳っていう堀野さんの年齢ですと、堀野さん合わせて4名ほどいらっしゃるんですが、今回のそのギネス世界記録の認定においては継続的にお客様へのご案内だったりとか販売の実績があること、そして、定期的に新製品の勉強だったりとか研修会に参加の実績があることっていうところも条件になっておりまして、なんでかいわゆる現役で今も継続的に活動をしていらっしゃる方ということで堀野さんが選ばれています。荷里诺托莫克是真爱这个工课的，除了真骨力的保养皮肤，伫厝伊嘛拢有做运动保持健康。伊讲只要活的，就会继续来做美容顾问，帮助其他的人变得更较水、更较快乐。东视新闻张惠敏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8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15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7度。平阳金门马祖对18度到25度，预估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